位伫咱市中西区康乐街西路店，已经有300档历史，是5条港区域内非常重要的庙宇，流传的成绩嘛非常的多。庙方伫日前发现庙内神尊大利爷因为岁月久远、损害严重，必须赶紧处理，所以特别请来修护师唐伟丽来修护。状况其实是蛮严重，就是它一动，它可能旁边的彩绘层啊什么就会开始剥落掉下来，然后他们就说，那就该做还是得要做啊，然后就开完会之后，我就开始进来这边执行它的修复的计划跟修复的工作。那彩绘层为什么会产生起甲的状态，就是因为存放环境，因为庙宇是属于半开放空间，那其实我们的温度、湿度对彩绘层都会有慢慢的会有一些影响啊，因为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我们粘着剂上去或者彩绘上去，它就是永远不会坏掉，因为湿度会影响我们所谓的彩绘层里面的结合剂，也就是胶或者是一些它彩绘颜料在使用的一些媒合剂的一些东西，它会久而久之，因为湿度的关系会产生台语说的这个退狗，所以它就会开始翻起来。那翻起来的状态之后，我们要加固，就是既然它叫退狗了，我们就是要把粘着剂再打回去，再把它粘回去，然后把它整平。原本配饰伫西路店正殿圣王宫正前的大利爷，修护师唐伟丽表示，经过地方警路说明以及复制派雕工来看，这2尊神尊推估已经有上100档的历史。这2尊神像其实它的年代，其实以庙方的记录也是不可考，因为他们庙方有没有记录说他们多久？但是以他们庙方就是地方耆老来说，他们说有些阿伯阿爸70、80岁，他们是说他们从小看到大就有，然后所以庙方在推测他可能在当时候西螺殿建庙的时候就有，这是一点。要不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们西螺殿有另外一尊广德之王，就是因为供的二正，可能跟二正的年代会相仿，就是差不多那一段时间制作的，就是目前他们以庙方讨论出来可能是这样。那以现在的状况也没办法去断定它大概是什么年代，是因为我们在修复的时候也发现说，它其实它曾经也是修过一次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从材料上去断定它的时间，那大约就可能以庙方所提供的这个时间或猜测的这个时间去做它可能年代的判断，但至少目前看起来或听起来，它可能100年的历史是一定是有的。修复工程经过1个多月，大利爷神尊也将在后礼拜修复完成。庙内会经过跋杯请示，确定日期后，将大利爷请回安坐。庙方嘛欢迎十方信众来西螺殿参拜求平安。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